定都学得好啊。问题是观念上大家都认为这个课好像不重要，联考不会考。但是以前你不会 Word， 不会 Excel， 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因为大家都不会。可是当有50%的人会的时候，那你不会就有点严重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程式设计也面临同样的情况，我现在就开始担心说，等你们有一天惊觉到说需要会程式设计的时候，你的学弟过2届之后，他们比方说60%会，结果你不会，那你在以后的竞争力真的会差很多啊。那为什么要会？也有一个，我们学校有很多都是刚刚很年轻的这个来学校的，刚从研究所毕业的老师啊，他有些读物理，有些读化学，他们都讲说，在研究所哈都被抄题抄得要死，现在每个各行各业每个学科大概都要会写，它变成是一个基本动作。然后从第二个观点就是说，这个基本动作的训练也会从高中落到由那个大学落到高中来。那所以，我上个礼拜开始，我就做了一个坑定的那个教学模训让使用，那些东西希望迫使大家能够在课堂上就真的去抠。那我